大家好，我係朱舜謙醫生。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咁樣嘅疑問？而家微創技術咁先進，點解醫生有時唔建議會做傷口細、恢復快嘅通波仔手術，而反而會建議做傷口大嘅傳統搭橋手術呢？其實我哋血管唔係好似水管塞咗咁，通一通就係可以搞掂嘅。有啲血管病變好複雜，好似一條又長又多彎，仲要嚴重塞車嘅山路咁樣。如果只係通咗其中一段，好快又會再塞返嘅。直接起條新嘅路繞過去，即係搭橋手術啦。長遠嚟講，可能仲會更加穩陣添。咁通常以下呢幾種情況，一般會更適合考慮做搭橋手術嘅。第一種情況就係左主幹嘅冠狀動脈有病變。左主幹冠狀動脈咧喺一條好短嘅冠狀動脈，好快脆就會分開一個支流。咁基本上咧係冇一個 Y 型嘅支架嚟到處理呢個部分嘅病變嘅。第二種情況咧就有多條嘅冠狀動脈同時閉塞，尤其當3條嘅冠狀動脈同時都有出現閉塞嘅情況咧，同埋加上病人本身有糖尿病啦，臨床上更會傾向於做搭橋手術。第三種情況就係血管本身嘅結構比較複雜同埋難搞嘅，例如嗰條血管有嚴重嘅鈣化啦，好似水管生鏽咁樣又硬晒，好似石頭咁樣，基本上做通波仔或者做支架嚟到撐翻開呢個硬咗嘅血管咧，係非常之困難嘅，同埋都有危險，所以搭橋往往係更加穩妥嘅選擇。咁仲有一種情況咧，就係個病人曾經做過通波仔手術，而如果嗰條冠狀動脈再重新閉塞過嘅話咧，咁就唔一定可以再重新擠多次支架落去嚟到通翻條血管嘅。咁呢個情況嘅話咧，就要考慮做搭橋手術啦。總括嚟講，支架就好似修補，搭橋就好似繞路起新路咁樣。最重要都係問清楚醫生嘅建議，選擇最適合你嘅治療方案。